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大大赐予我，开阔我的心怀，将你的话甲示我，你的双手扶持我，使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称赞。愿你甲我同在，做我是为的顶牌，保护我无你期待，带我带你在海。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必胜的旗鼓，注定充满世界。这是邀请各位来为今仔日的礼拜做伙来祈祷，求主安静阮的心，阮的灵，互阮做伙领受伊的话语，嘛为着牧者、长职、小组长甲所有的同工做伙祈祷，求主赐福伫教会牧者、长职、小组长甲所有的同工，看顾因的生命性命，保守因的身体健康。咱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安静我的心，所有的事，有你生活中的不在小土边，可是我当光在小的生命，不是我的生命，主啊，我感谢你所让我所有的听见，主啊，你的所有的安上来的。全能的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大大赐予我，开阔我的心肝，将你的话甲示我，你的双手扶持我，使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称赞。愿你甲我同在，做我是为的顶牌，保护我无你期待，带我带你在海。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必胜的旗鼓，注定充满世界。咱持续为病痛、哀伤的朋友做伙来祈祷，求主医治所有身体的病痛，保陪伴一切心灵哀伤。阮将重担、需求完全来摆在主的面前，嘛持续为了迎接50喜年的福中教会做伙来祈祷，求主提醒阮教会初次的爱心。持续建立基督的信仰，咱为着这个后事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主耶稣，你感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主，主啊，你求你的看顾帮助我，求你就你的生活是能够回应你心的心的，主啊，请将你的心态摆在这里，求你求你来
生的起伏，主听充满世界。主美怜悯全能阿爸爸，因着你的性命，阮三甲出世。这时求主降临，互阮心安静，单单注视、领受主你的话语，单单追求、仰望主你。求主你的恩典降落，伫教会的牧者、长子、所小组长，甲所有的同工成长，教会所有的会友，拢甲因三甲扶持，三甲努力。圣灵的光照伫伊的生命，赐予因智慧，互因的福塞满有开力。主，求你怜悯阮不是的软者，求你靠顾阮，医治阮，拯救阮。阮的肝愈不安，阮的病痛哀伤，你都替阮除去。主，你是阮的避难所，阮的食盘，伊成做阮的帮站，成做阮的倚靠。阮准备迎接附强教会57禧年，这只是一个阶段，我们要持续伫这个社区、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做福音的争取。求你引带阮头前的道路，装备阮的灵命，阮较无你，找求你，学了你，将今仔的礼物完全交托伫主你的手中。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全能的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大大赐予我，开阔我的心肝，将你的话甲示我，你的双手扶持我，赐我智慧甲才能，为你。
起立，咱来恩顾咱的主，献上阿拉。哦，我听你的名当的声，因为我可你。哦，我在通行的路，因为我是仰望你。我要奉献啥的罪，也要求着你的名。时常坚信来记得，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心所领受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我记得那求摆在你面前，这最你欢喜的事。我要对你的心所领受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我记得那求摆在你面前，这最你欢喜的事。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你的心所大声敬拜，大声阿乐，哈利路亚。哦，我听见你听动的声，因为我可你。哦，我在通行的路，因为我是仰望你。我要奉献感谢的罪，也要求着你的名。时常谨慎来记得，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心所领受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我记得那求摆在你面前，这最你欢喜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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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那求摆在你面前，这最你欢喜的事。我记得那求摆在你面前，这最
生信诗590首，至好朋友就是耶稣。大慈悲疼痛的主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疼痛，互阮众百姓，阮正是阮的囝儿有这个福分，通伫主你的圣日来到主你面前。主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搁较是阮人类的救主，搁较是阮逐个人领受到恩典甲祝福的源头。主啊，当阮看见这个世事的转变，人的心邪恶，阮就知人照家己的快乐，人照家己的理想，也是照家己的能力，阮无法度通做甚物，因为真侪阮的捆绑，真侪阮的窒碍，也真侪阮袂当实现阮的理想的一个重担。所以，当阮谦卑放下这个重担，来到主你面前的时，阮才知，当阮仰望甲倚靠，主你就要带阮头前的路，互阮伫人生的日子看见主你的亮光，领受你天顶来的恩典甲祝福，也看见上帝的国伫世间临到这款的美好。主啊，阮用这款的心来到主你面前，谦卑伫你面前，阮要敬拜，阮要学乐，阮要恳求，也要献上感谢。特别阮要伫你面前摆列阮做做袂到，也是阮有所捆绑的罪，愿主你亲自来透开，来洗清，来赦免，互阮通伫你的面前会当重新换新正直的神，甲主相同行。所以，阮将这个礼拜交托伫上帝你的圣手，求你亲自来引带保守，互阮凡那专心向你的每一个百姓，拢领受你天顶来的启示甲祝福。愿你的平安也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同在。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
兄弟姊妹，请咱犹原徛地，咱做伙来坐念使徒圣经，来明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勒多任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也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大家请坐。启应，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33篇，诗篇139篇。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真远，你嘛有看出我的心思。上主啊，我以后袂开嘴。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亲手保护我，遐尔关心，超过我的了解。行到倒位，我才会当得闪你。我若落阴府，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的迄边，你的只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压早。暗暝亲像你遐尔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伫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济，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咱做伙来祈祷，上帝啊，愿你的权大搬过迄个天，愿你的荣光搬过全地。主啊，阮要伫万百姓中感谢你，伫列邦中唱歌学乐你。万权能的上帝啊，你是稳定的主，你是赏赐性命的主。因为你的慈爱大到拄天，你的诚实到穹苍，你是阮的上帝。求你光照阮的生活，较赢过日中昼。虽然暗，犹原亲像早起时。目一个年，热天到，诗篇讲，流目屎也精子的，要出欢喜的声受歌。迄个流目屎带精子出去的，的确要带伊的豆爸，欢欢喜喜倒来。你是阮的上帝，求你陪伴，伫阮的工课、家庭、身体健康、人命、人际关系，求你继续来引带阮行伫你的内面。这2天是各种会考的时间，求主的神甲每一位学生同在，就是智慧甲聪明的神，有计划能力的神，有财目甲敬畏耶和华的神，除去一切挂虑，因为你讲伫听的内面无惊吓，独独交全的听会赶出惊吓，因为惊吓就有刑罚，既若有惊吓的，伫听袂有交全。求主保守学生、家长，拢感受到上帝完全的听，嘛亲信咱对听咱的得胜到有存。同时，嘛求主赐福伫国家教育、生下管道，栽培起造良善、公义、有望的下一代。煞者，阮也为着伫教育献身的人献上感谢，愿因受鼓励、被尊重，嘛领受对上帝来的眼光。耶和华的荣光要伫全地拢捌，亲像水充满洋海一样。今仔日，阮嘛要透过玉山新学院洪仲之老师来学习，求主安静阮的心，
按健康来领受，互讲的甲听的拢白白得到利益。愿伫天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亲像伫天里。愿当心安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你怜悯我，主求你怜悯我，主求你怜悯我。讲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第4章17到22节。对迄时，耶稣开始宣扬讲，着悔改，因为天国得要实现人。耶稣伫加利利湖边行的时，看见两个兄弟，叫做彼得的西门，甲伊的小弟安德烈，伫湖边咧拍网，因为因是掠鱼的。伊对因讲：来对我要互恁得人，亲像掠鱼得着鱼。因随时甲网放的去对耶稣。耶稣行进前，看到另外两个兄弟，西比泰的囝雅各甲伊的小弟约翰。因甲老爸西比泰伫船顶伫整理网，伊就呼召因，伊随身将船甲老爸放的去对耶稣。现时，咱遮颂扬诗班因要所献的诗是自然的书。讲到咱请洪仲志老师，伊要所传讲的题目是“放落的稳定，放下的稳定”。
咱真感谢上阳诗班的服侍咱的教会实在是足有福气咱除了有圣歌队以外，咱有较无共款的性质的这个诗班来献诗咱有男诗班、有女诗班然后这个颂扬诗班有的是优质的诗班拢会使咱更较侪是咱的小组小组的诗班这就是表示讲。咱逐人拢有即个福分，通诚做歌唱者献诗来学了上帝今仔日真欢喜是即个玉山新人院的奉献主日奉献主日会记咧旧年玉山新人院的主日，咱拄啊好接到4月13，旧年4月13花莲大地震伫花莲中间，咱的玉山新人院嘛真侪。所在像宿舍啦，足侪所在伫遐拄着损害所以旧年大家真关心过一年到底玉山新人院的情形是甚物今仔日咱得到玉山新人院的洪仲志老师来咱中间要来分享主的话，也较要甲咱报告新人院的状况我想咱一两个小美彩来问一下，互咱较精神、较注意安尼。第一，咱看到洪仲志老师，你知影伊是查甫查某的？嘿，足侪人拢会问讲，牧师伊是女的男的安尼所以伊的原住民的名叫做阿雅阿雅，咱就较好叫啦佮第二，甲你问一下，咱的老师，你穿即束因的族服因的族的衫，你甲要倒一族？什么啊？等下，互伊甲你讲答案啦事实伊的即个族伫咱台湾是真出名毋过人数无介济，伫台东迄个所在我阁讲两个，就答案就出来第一个，阿妹歌唱歌星阿妹是做一族。好咱若去花莲坐一个迄个火车叫做比优马号安尼，捌听过无？普悠玛无比优玛事实拢是，就是咱洪仲志老师因的族啦即个族我会记得从细汉开始迄名一直换呢讲奇怪，咱换也哈侪种名，原来是咱家号的甲因家己的名就无相像啦较早咱讲叫做卑南族卑南对无咱咱用火车讲普悠嘛，大概用即个音来甲伊翻译我有甲查咱总会拢有分无共族的区会啦、中会咱总会伊直接用英文来拼音就对啦皮尤马样安尼皮尤马样安尼就对啦不管如何咱等下要请洪仲志老师来分享。当然，伊毋是敢若讲伊的族尔，伊是要讲咱玉山新人院的事工啦佫讲一项就是讲，我接到总会迄个新人院的公文讲洪仲志老师要来，我就先一个疑问，拢会习惯性的问讲，请问你敢是牧者牧者啦洪仲志老师因讲无，伊毋是，是做老师我后来才知影讲咱知影新人院是特别用原住民为对象来训练牧者这个学校当然是用信仰用这个栽培牧者做优先，但是咱知影咱台湾足水的一个样貌，就是咱有这个原住民遮侪族伫咱中间所以玉山新人院嘛真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要保留咱台湾这原住民这个文化佫族群的水照我所了解洪仲志老师就是较早有捌伫总会工作后来就是专门研究有关民族族群这方面的知识所以伊现在佫是伫加拿大这个大学的这个博士候选人准备爱交论文来得到这个学位所以真欢喜今仔日呢。张阿姨甲伊的可爱的小女儿足细汉1年级的来先来住伫咱
咱信上顶了即间招待所，所以早起因小朋友就家己主动走去煮一道安尼，有够好诶。伊讲妈妈敢有煮一道安尼爱就先去煮一道，所以咱就请洪老师要甲咱分享主诶话伊放下的恩典，放下得恩典，安尼是什么意思？咱讲拍拍来欢迎来洪老师来。因阿巴样，大家平安。感谢咱富强教会的兄弟姊妹，互我有即届的机会，会使第一届来甲教会来代表阮玉山新学医来甲大家请安，嘛来说多谢。阮特别要感谢去年的即个0403的地震了后，咱富强教会也阁足侪咱台湾人教会的关心甲奉献。互阮玉山新学医会使一步一步来完成，阮伫咧地震了后，才会灾害，也阁有阮有即个山坡地的即个加强的即个工程。因为大家会听甲分享，玉山的老师、学生，啊，甲阮的职员，阮才会使安心，继续来拍拼，来学习主的教示，也阁来参与伫咱台湾的基督长老教会逐项事工的服侍。本地我要讲的故事，牧师甲我讲一半去。毋过伫这进前呢，我想咱教会兄弟可能还阁无去甲阮伫咧花莲的即个鲤鱼潭边仔的玉山神学院，所以我即摆用短短3分钟的影片，互大家看卖啊，玉山是写做啥物款？阮伫咧地震了后，阮有啥物款新的改变，也阁有阮未来的即个发展甲阮的事工。我就请咱同工来替我放即个影片。因为玉山的服务是全台湾的原住民，所以阮常常爱去到部落去、社区去，所以阮即摆有逐区的教室，互阮的长职嘛会使继续来伫咧圣经甲神学顶面来学习。玉山伫去年甲加拿大的一个原住民的神学研究院合作，即摆有一个博士班的课程。即马这刷是阮0403的地震了后的一寡讯息，互大家看。
接续阮嘛对全台湾所有兴趣要学习神学的青年，甲所有的朋友来招生，啊，毋是原住民嘛会使读玉山神学院。这是阮玉神的会馆，吼，咱若有到花莲去的时，嘛会使来阮遮看卖啊。阮玉神有不哩啊水啦吼，还是环境蛮美的吼。啊，真正是足感动嘛，足感谢，因为伫控诉控三地动了后，其实阮有迄个男生宿舍，其实是袂使住，啊，所以咱看到个伊敢若修即个男生宿舍头前迄个路，因为伊若无修，整个会放落来吼，啊放落来下边就是老师的宿舍，啊，跟有阮的图书馆。啊，所以暂时阮着伫咧其他个还状况个袂歹的遮建筑内底，阮继续咧学习安尼。啊，这是玉山神学院即马即个行政大楼，啊，咱若有机会来甲花莲的受访，就是受封箱的时，吼，咱嘛会使甲阮学校联络。啊，阮遮有会馆，吼，你着会使，即个对面就是花莲的鲤鱼潭，吼。好，啊嘛是爱来分享咱今仔日的讯息。今仔日经文呢是记载伫咱足熟悉的即个故事，伫马太福音的4章17节到20节。啊，即个故事就是耶稣去到加利利湖边来呼召门徒的故事。新约圣经呢用足侪比喻甲故事，毋过伫迄时我咧想吼，迄时就是新约的时代，吼是无网络嘛，无电视嘛，对无？所以我咧想讲即个广告的吼，一定是一个足赞的即个工课吼。要毋过咱若是甲即个圣经吼当做是一个故事册来读，安尼就足无彩的。所以我常常呢，就甲我家己提醒讲，我会用即个圣经的故事来对比我家己的生命经验，啊来想讲上帝要安怎伫咧我的生命内底，互我有我家己的计划。所以今仔日我嘛邀请大家。透过我的生命的故事，用无共款的角度，搁一摆来读即个故事，就是耶稣去到加利利湖边来呼召门徒的故事。伫耶稣的时代呢，咱拢知影加利利湖边呢是足侪人聚集，因为加利利有足侪即个鱼啊吼，啊所以人啊、市场啊、渔船啊，拢聚集伫咧遐。迄就是耶稣主要咧开始传福音的一个所在。啊，咱知影传福音就是爱互人来明白上主。啊，若是会使，咱当然嘛爱去到人较侪所在嘛，对无？所以耶稣宣教的一开始呢，伊毋是用讲上主互伊的即个权柄，也是讲带领去行神迹，啊去带人来认捌主，毋是安尼。伊确实来到即个人足侪的即个加利利的湖边，来呼召人来缀伊。来找人斗相共来传福音。耶稣咧选的门徒呢，毋是做官的，啊嘛毋是拢总读册人，确实无啥物特别的一般人，就是像即个加利利湖边遮的讨鱼人安尼的平凡人，嘛是住伫遐的在地人。咱嘛知耶稣毋捌嫌弃，毋捌气嫌即个门徒的出身，伊搁较欢喜甲门徒同工。因为伊知影遮的讨鱼人伫加利利当地用即个在地的话来传甲福音的时，伊比起遐穿水水的吼，啊讲即个希伯来也是希腊文的遮的祭司吼，搁较互人信道。所以加利利湖边这4个讨鱼人呢，会使讲是耶稣呼召的第一批最重要的门徒。耶稣选的是一般人、在地人。啊，这毋就是在座的姊妹兄弟甲我，咱安尼一般人甲在地人。所以我讲，即个故事咱足熟悉，啊嘛是咱每一个人咧grund底耶稣脚步的故事。
今仔日经节，大家上正咧讨论的吼，最常讨论的吼，就是当即个耶稣对门徒讲即个几个字，伊讲来缀我。咱常常用即段经文的这4个字也是3个字吼，来鼓励大家爱服侍。也毋过，我要请大家搁一解来看，是当彼得甲安德烈听到耶稣咧呼召的时，迄个动作，就是伫咧第4章20的时写的即个。彼得甲安德烈听到耶稣讲来缀我的时，因随时因两边甲望放咧去缀耶稣，两边放咧，随时放咧即个动作。咱今仔日爱来注目伫咧即个动作，放咧看起来是一个足简单的动作，对无？咱若骹蠓足重，咱甲放咧，吼。食饱嘛嘛把碗箸放咧。毋过实际上吼，咱生命内底有足侪的时刻，放咧是足困难的决定。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彼得即2个兄弟，当因听到耶稣的呼召的时，因随时甲望放咧的时，去缀耶稣的时，因检采拢无想到明仔载吗？咱无感觉奇怪吗？讨戏的哪会使甲因要趁食、要赚钱的即个工具、即个希望放咧，就转行。明仔载因爱要食啥？也毋过经文却安尼甲咱讲，除了彼得甲安德烈，也阁有约翰甲雅各嘛是安尼呢。因甚至甲船甲老爸放咧去缀耶稣。耶稣呼召，讨戏人就甲一切放咧去缀伊。一开始我甲大家讲，伊那么样，即句的话意思是大家好，吼，伫咧我的闽南族的主语内底，吼。我阁讲较长的，互大家来听一个闽南语吼。伊那么样，是ayah Jamadasku， 是Kasawagan台湾句。我讲我是ayah Jamadas。这是我的族民，我为台东的卡萨瓦干的部落来。我细汉的梦想是要做一个小学老师，毋过吼，我细汉读册都无认真吼，定定发呆安尼。考大学的时考足侪档，了尾考到即个东海的社工系。1999年大学毕业的时，我就为着要圆梦吼。我就走去足远的即个花莲的瑞穗，我去做即个代课老师。谁知吼，我即个代课老师的即个办公椅吼，都还袂坐烧呢。1999年的9月，都发生啥物代志？阁会记哩吼？迄天全台湾拢惊吓，我是为眠床顶面跋落来吼。我的猫仔哭到要害，我的伊也都还袂坐烧，旧日就发生。迄时呢，东海的一个学姐就甲我敲电话，社工的学姐，伊甲我讲，灾区足欠社工。我听到学姐甲我讲，灾区的教会事工需要社工。我迄时，就是迄时，我随时我念悲，我就决定要辞去，是我的即个做老师的头路。亲像彼得因兄弟甲希望放咧，约翰甲船甲老爸放咧，我嘛决定讲，我爱甲我的老师梦放咧，要去灾区的牧方服务。这离题一个吼，我即几届伫咧逐教会咧募款，甲大家分享育神的代志的时，我已经第2届，我知影讲咱的罗秀婉执事吼，毋是罗秀婉干事吼。嘛是牧方教会出身的，我伫第2届吼，拄着我伫咧灾区重建工作的时好朋友，顶一届伫台中吼，拄着一个关怀站的同工，这就是上帝引带，互阮搁伫咧这20档内底，超过20档，互秀婉干事搁另外一个姊妹，抑搁我搁继续伫咧即个上帝即个道路顶面跑走吼，这足无简单的。好。我怎就要去做社工对无？我互厝的人骂到要死呢。
因为迄是1999年做老师是袂歹的工课，我知影即摆做老师较辛苦啦吼，足侪即个期待。毋过当时1999年的时候，做老师的薪水袂歹哦。啊，做社工，阮厝诶来甲我讲问讲，啊，你有薪水无？哦，因为迄是1999年，我感觉讲社工是志工。遐毋过我犹原决定讲，我会甲我的老师帮咧，因为灾区需要社工。我想我厝诶人无法度理解。当我接到电话诶时吼，就亲像彼得甲安德烈因听到耶稣咧呼召时，因诶心情是共款诶，足激动。即4个讨戏人吼，检采已经听过别人讲耶稣诶故事，也是讲听过耶稣家己讲故事。毋过，当即个耶稣讲来地外诶时，我相信因诶内心嘛有丢丢呢。虽望因内心有咧想要安怎才好，迄1秒钟尔，因犹原决定要甲一切放咧，要回应上主诶呼召。讨伊人甲一切放咧，毋是因为因想拢无想，是因为知影讲，咱人对上主接受一口气诚做人，咱所有诶一切其实是上主诶恩典。咱做门徒诶，无需要去为着食、为着穿来挂虑，因为伫上主逐项拢会。讨伊人嘛知影，甲一切放咧，毋是为着咱个人诶得救，佮较是要缀耶稣去扛即个福音诶十字架，要互佮较侪人来认捌上主，来得到福气。就是第当。即个事工了后呢，我有差不多10外冬伫咧长老会，啊，佮其他的教会的机构做课。啊，最近有一个捌甲我同工的少年人，当时少年人吼，即马要中年啦，就中年了吼。啊，伊即马是无食。伊甲我讲，姐姐，你的话甲我鼓励，互我一生决志要服侍主。我即时才知影讲，当耶稣甲彼得、安德烈遮个讨戏人讲来地外，我要互恁得人，若亲像得鱼安尼，迄个恩典。我迄时才知影，即句话的恩典是互我遮感动。服侍虽望有足侪鼓励，也毋过人是到底是足有限的吼。我伫咧即个2014年的时候，开始。感觉着讲，我的身躯足忝的，啊，我的心嘛足忝的。我当时咧想讲，我是爱转去甲台东休困的，还是讲我要继续搁找我下一个梦，就是我要出国去读册吼。啊，茫茫的时，我就去教会参加礼拜。啊，迄个主日呢，牧师就对所有的会友讲一句话，伊讲：咱毋但爱做坐伫咧礼拜堂内底的信徒，咱还阁爱做甲一切放咧，担起即个福音十字架的温度。啊，就是迄时，我咧听即句话迄时，搁咧想讲即句话什么意思的时，5个字就走到我的头壳内底，讲玉山神学院。足侪人若是听到即个呼召，讲信下伊的时，因会。就欢喜的，对无？毋过我足惊吓，因为我为迄时搁过去算的即个20冬吼，足侪牧师甲我建议讲，你爱去读神学院，啊，甚至有牧师甲我讲，毋管你读偌悬吼，阮教会甲你支持。要毋过我毋捌答应因，我总是甲遮咧甲我鼓励的人讲，读神学毋是我的十字架。所以，当迄日主日，我听到即5个字伫我头壳内底讲玉山神学院的时候，我惊到要害，我足惊的。我感觉讲，这真的吗？因为迄天迄个主日离即个考试吼，敢若10天尔，哪有可能？对无？毋过我一个朋友甲我讲，哎呀，你有相信？伫上帝逐项拢话嘛，在主凡事都能吗？我讲是，我相信。伊讲安尼，你着开始准备。所以伫即10天内底，我受到玉山神学院接纳，我去考试，啊，放榜的迄天，我另外一个好朋友敲电话甲我讲，迄是你的名吧？伫榜单上面，迄个是你的名吧？
我伫迄时才知影讲，我甲一切放咧，毋那是要甲一切放弃。反倒转是上帝甲我开一个门，另外一个我毋捌想过的门，互我继续去服侍。甲一切放咧，军队主是咱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信仰的行动吼，就是咱信仰的一个行动吼。耶稣对门徒的呼召讲来缀我，这三个字吼，经文原底意思是讲你来伫咧我的后壁来缀我，吼，来缀伫咧我的后壁。啊，这嘛是咧表达讲耶稣甲门徒的关系吼，是安那？是一个伫咧头前引带，啊一个伫咧后壁军队。嘛是讲，这是一个主人甲萝卜的关系，对无？也毋过回应呼召，毋那是讲咱爱为耶稣倒水洗骹，安尼简单呢？搁较重要的是，当咱缀伫咧耶稣的后壁的时，咱爱学伊的服侍，咱爱按耶稣的教示来得人，若亲像得去。所以安尼若想，咱若安尼想吼，咱就知影讲，即个讨喜的吼，虽然甲因的即个希望吼放咧，毋过因的家己的性命，却因为军地主得到搁较济的即个丰盛的性命，因为因得到搁较济的人，就是即个信徒。叫你第当的迄通电话吼，甲我带离开即个，甲我带到灾区服侍。我迄时就是随时甲我的老师的梦放落。啊，当迄个礼拜，主日礼拜，我听到玉山神下伊5个字的时吼，我嘛随时甲我即个出国的即个梦放落。一个玉山神下伊的2冬，毋那互我的信仰搁较坚定，我嘛伫咧每一日的即个生活甲学习中，亲身经历上主满满的恩典。主毋那知影我的需要。伊阁应允我的梦想。伫咧预神的第2个学期，我就考到即个教育部的公费留学奖学金吼。所以2018年，我阁一届伫台湾的一切放咧，离开台湾去甲加拿大读博士班。即届我讲去的是一个阁较大的使命甲挑战。即个是日假是要回乡。要转来台湾，足侪人伫加拿大甲我讲：“你爱移民吗？”我讲无，我出来是要为着要转去。我离开台湾是为了回台湾继续服侍。虽然我读册足慢的吼，那算咧，是毋是我读足侪档？2018到即马吼，啊，我的英文嘛无介好。伫博士班的即几档，我常常感觉讲足无力的，啊嘛足着急的。也毋过，我毋捌惊吓，因为过去20冬伫我的生命内底，上主的呼召甲伊的引带，互我搁较深的体会到，耶稣是一个一直甲即个受压迫者，包括是原住民、三角地地的耶稣。耶稣嘛，伫咧过去的几冬陪伴我，伫咧我伫加拿大读博士班的时，互我学习备办我家己。一日回乡，甲咱台湾人、甲台湾的原住民同齐来面对社会上有缘搁对原住民有的即个歧视，甲无公平的对待。我伫加拿大读册的时候，足侪当地的即个台湾人的基督徒吼，甲我照顾。啊，遐个台湾人吼，足侪是即经济上也是讲社会上吼，足袂歹的即个发展袂歹的即个移民吼。毋过因毋捌去含我的出身，因甲对原住民遮个歹印象吼放咧。我对原住民有啥物歹印象？比如讲原住民，我唱歌跳舞可能是好印象啦吼，毋过真正有一寡原住民是无法度唱看的吼。阁有一个，你有听过马路英雄吗？有人听过马路英雄吗？无哦。你要看卖马路英雄是安那？讲原住民马路英雄，马路英雄就是安那啉酒醉啦，倒伫咧路边啦，就有人笑阮原住民讲恁拢马路英雄，就感觉讲阮原住民吼，拢啉甲安尼袂醒安尼吼，然后醉得不省人事。遮加拿大的遮的台湾移民吼，毋捌用安尼的歹印象来看我，
因甚至甲我邀请甲因同工。所以伫甲因同工的迄个时阵呢，我嘛对因的性命来学习到即个移民的酸甜苦辣吼，伊嘛是足辛苦的。我嘛是因为安尼，知影讲我家己甲梦想放咧，却因为我军地主的脚步去到加拿大，搁一摆认捌到上主的恩典，甲遮的关怀甲支持。10冬以前，我叫是我甲所有拢放弃的迄个时阵，却毋知影主已经为我备办。即马我嘛一步一步对着主的脚步，转来甲玉山神学院，甲阮的同学，甲阮的同工做阵来学习。我即马是为主得到搁较侪认捌神学、认捌宗教、认捌原住民，甲认捌世界的即个学生，就亲像咱讨喜人，为着主得人，敢若得喜。搁会记得我开始的是讲，我为着要做小学老师，我走遮远去来花莲的瑞穗嘛。就是伊个隔工，我要离开瑞穗时，瑞穗长老教会的一个李长老。伊就足忧闷的，伊甲我讲：“老师啊，你即马离开教会，教会嘛无牧师，阮以后要安怎才好？”迄时我其实是为着要安慰即个长老，我想拢无想，我甲长老讲：“长老啊，你放心啦，上主若甲我带去伊会搁带一个搁较适合的人来到瑞穗长老教会来服侍，安尼。”讲煞了后，我家己感觉生活就平安的嘛，我就走啊，讲完了，我就拍拍屁股走了。1个月了后呢，我就摕我的2个卡棒我也去到武丰教会。我去的是武丰教会，迄时即个牧师是当研究牧师陈荣觉牧师伊是足大心的，伊甲我讲，你又无所在通好住，所以我甲你协调即个附近即个吉丰教会、吉丰教会，因牧师拄离开，你去遐住。几日了后呢，即个建宏教会的执事伊怎来甲我开讲？伊讲老师啊，我听讲你对花莲来呢，我甲你讲阮教会的蔡牧师，就伫你来的前几日，伊调去花莲的水尾长老教会。即事一讲煞我的目屎是流袂煞。因为水尾教会的中文就是瑞穗教会，水尾长老教会就是瑞穗长老教会。伫迄时，台湾有1200多间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不是120间是1200间上主却听我的迄句话，听李长老的祈祷，甲我甲吉丰教会的蔡牧师对调。搁较奇妙的是，2礼拜前我去台中分享的时，会后一个少年长老走来甲我讲：“遐老师，你讲的迄个蔡牧师是我的姨丈。2000年，阮姨丈去到水尾教会时，老师，我甲你讲，我带我的姨丈去到水尾。”瑞穗，所以我2礼拜前我嘛是哭甲无煞伫咧另外一间教会上帝恩典是遮奇妙，我毋捌想过，我看起来别人看起来啦，毋是我家己别人看起来我是放弃足侪代志，我甲足侪代志放咧，毋过却因为上主的照顾。因为安尼的对调，我自迄时开始知影，我大概着爱回应上帝的呼召。我今仔日才会使徛伫咧遮。所以，即个原住民神学足重要的即个基础，就是阮玉山神学院。明年爱80岁啊，80岁是大代志嘛，对无？伫1946年。为着要照顾阮原住民的需要，咱有一个台湾人牧师温荣春牧师，伊嘛是共款，伊甲伊伫台湾西部的即个西部的即个一切放咧，伊来到花莲来设立协助设立即个玉山神学院。
即马大家知影伫六乐会咱有几间原住民教会吗？要要看卖样吗？有吗？我有写吗？我有写咧，有546间吼。啊，咱即马台湾台湾咱的六乐会即马有大概1300多一点点的教会吼，差不多要一半是原住民的教会。啊，原住民的教会虽然拢伫咧较远的所在，也是讲阮的经济无介好，毋过每一工阮有超过遮济吼几百位，甚至是上千，因为阮阁有干事，阮阁有长职，阮的原住民会同工伫咧教会内底，甲因伫属伫世间的即个梦想放咧来军队主。亲爱的姊妹兄弟，今仔日的经文，其实是我迄天伫咧礼拜堂听到的迄个故事，甲迄个经文。啊，咱小等下要唱的即个主你引带我脚步，迄条诗歌是迄天我决定要考玉山神学院时，唱甲目屎流袂离的歌。歹势，我感动起来，因为上主的引带，我甲梦想放咧花用好调。军队主，我转来甲玉神的即段路，是一个见证，见证主伫咧我的生命内底邀请我同工，佮教示我什么是放下的恩典。放落的稳定，也是讲你爱放咧，才会使得到稳定。玉山圣伊阁有足侪甲我共款的，吼，甲因的梦想放咧，才会同工。阮要来学习，虽然有足侪的挑战甲艰苦，阮要来学习军队主的脚步。我要搁一摆来感谢咱富强教会的兄弟，因为恁嘛甲台湾人对原住民的歹印象放咧，恁常常为着阮原住民，甲阮的教会关心甲带导。恁毋拿做阮玉神所有的同工甲学生继续学习的稳定，恁搁较进一步的用阮原住民，诚做恁同齐来服侍上主的同工。明年2026是即个玉山圣学院的80岁生日，超过一教主的即个时间内底，因为有恁台湾人教会的关心、带导甲奉献，互咱玉神会使继续军地主。愿期待玉神的后一个80冬，会使行出台湾，甲世界各所在的原住民相结连，同齐为着主所创造的所有的住民、世界，甲创造美来更好来拍拼。我相信玉神的成长，嘛是咱台湾人教会无私的分享，甲疼痛的足美好的见证。请恁伫即个充满挑战的时刻，继续陪伴阮，陪伴玉神的每一个同家学生，伫咧阮学习甲家己放咧的时，诚做阮伫咧服侍即条路上的稳定。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阮所挖苦的，请你来到阮的中，做阮放下一切军地你，请你看顾阮、坚固阮，阮时时安尼向你祈祷，愿你的圣神甲阮三角伫地保守阮、引带阮，
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咱真感谢阿雅老师用伊的生命的故事来见证，也来分享主的呼召，也详细邀请咱做伙来关心关心玉山实验医的发展。拄仔听到阿雅老师咧讲因明年庆祝80周年，拄仔咱富强要庆祝几年？所以咱减免30岁啦减免30岁。拄则咱听到阿雅老师咧讲道理，有感觉到讲伊的台语佫袂输咱咧所以这因原住民的话，着佫学咱本地话，人学了足好。咱就知影讲，因伫即个社会努力实在是足无简单足无简单。所以伫咱要任回应师，牧师做一个小小的回应，请咱大家做伙关心咱的即个原住民的神学教育，特别是玉山实验院咱对玉山实验院当然对即间实验院的特色，咱拢加减有了解。但是咱真侪人是透过进前咱的高准明牧师高准明牧师伫玉山实验院做足侪足久的院长啦所以咱嘛通对高准牧师有真侪的熟悉安尼。拄则咱的即个阿雅老师咧讲起着讲，一般的人对原住民拢有一个歹印象咱就莫讲较早咱的前辈拢甲人讲烦啦即款的话实在是一种毋是敢若侮辱啦，事实是对人无了解，对人无了解。牧师敢若问一句话就好：原住民会当伫台湾生存几若千年，即个民族也伫咧，你就知影讲人有够也无够。咱若大家拢送去你到山顶，是你活，还是原住民咧活？这就是咱所必须要思考的所以咱爱用即个就是讲咱族群平等啦关心的心志来甲原住民来做伙同工，特别伫信仰顶面，你知影500几间长老教会来原住民教会，伫咱长老教会占偌大的角色。这就亲像安怎呢？咱嘛真侪人拢知影，去年咱台湾大家欢喜一项事，就是讲咱的棒球得冠军对吧？哇，拍世界冠军，大家欢喜个。事实你敢知影？即个冠军内底有隐形冠军啊，内底占要一半是原住民的选手。咱台湾也无原住民的选手咱伫世界真正无啥物有饼头就对啦。所以咱知影讲，安怎来支持原住民的事工、福音、教会，通互伊成做咱台湾，毋是敢若教会呢？台湾的一个整个民族的丰富，这是咱大家做伙努力。所以你若有开力，咱做伙为着玉山实验院来做奉献互因通有搁较侪的能力资源来训练遮的原住民优秀的遮的牧者、遮的同工，特别是教会工作者用安尼来甲咱邀请，请咱也继续替因来祈祷啦拄则我听即个雅雅老师讲，伊真够讲台语，我才知影讲，因即个卑南族伫台东应该较平地啦，所以应该足早较早就拢有一点甲平地拢交流较侪交流较侪。伊讲毋是平地话伊是日本话，听讲是日本话，可能较早日本人伫因迄个族群内底用足侪的功夫啦，所以因真侪长辈拢讲日文安尼这嘛是互咱看见讲，即个原住民因民族较少所以面对着即个文化的竞争较弱势。咱有看见咱台南嘛有足侪间原住民教会伫市内因为因必须要伫山顶落来到平地，因为因必要工作爱做食头路这是拢咱一直关心的请咱若上好的机会是安尼啦我还记得1-2年前，咱有对即个司马库斯的牧师佮牧师娘来咱教会见证伊讲感觉就讲印象足深所以咱上好
上好的一个方式，认捌原住民就是讲，你若有机会较接去原住民的部落吼，去遐行行看看咧，你会随了解，讲原住民的生活实在是足多彩多姿啦吼，用安尼甲咱做回应。咱要来吟一首回应诗这条歌吼是524首，524首呢，咱若甲看这个歌名吼，就是这个是原住民的调，虽然毋是这个卑南族的调，是这个周族阿里山这个周族吼，有一位高英杰老师伊所编的其实是古调啦吼，所以讲主基督你会担，阮就担。咱就请这个领袖的同工老师方便来摕麦克，咱做伙来唱这条歌来回应拄则咱阿雅老师所分享的圣经节咱伫这个所在吟首诗歌来回应，咱来吟524首。主基督你会担，阮就担，因为你听他，你听他，你听他，做阮动的眼袂呀，阮袂一生对你行，做阮动的眼袂呀，阮袂一生对你行。主基督，阮拥抱你手事，阮着听土地，听土地，听土地，好变同伊满是过，照顾土地有大家，好变同伊满是过，照顾土地有大家。主基督，你行淡水的岸，互阮通做梦，通做梦，通做梦，梦见夜情袂了空，记号无情到大长，梦见夜情袂了空，记号无情到大长。主基督，阮该向你拍破，甲阮着三听，着三听，着三听，做久无过分来我，三好三听好满满，做久无过分来我，三好三听好满满。感谢主，通过这首诗歌这个歌词是咱以前这个王静文老师所写，也互咱甲原住民的福音甲事工也有一个更较好的连结。咱为着几样事来祈祷，第一项，咱为着玉山新学院因在来造就咱原住民遮尔侪族群的牧者、福音的同工、教会工作者，咱求主亲自引带更较侪优秀的老师，更较侪优秀的青年伫遐来造就。第二咱通过拄则阿雅老师的见证，咱嘛求主来改变咱，
互咱对各种的族群，拢对伫尊敬的心，用关心、用大道、用合作协助来代替歧视。第三，咱特别为着咱台湾的这个社会，特别咱最近有拄到咱国际这个关税啦，迄个美金的贬值啦，搁咱看见中国的威胁，咱求主怜悯，互咱台湾的领导者会当有智慧甲气力，带咱行过这个挑战，会当享受到上帝的祝福伫咱的社会。最后，咱为着咱的教会领受主的平安，兄弟姊妹心神肉体得到主的医治、甲看顾、甲保守。为着咱所疼的亲人，因也同款领受到属灵的祝福。咱为着这事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圣神的做工，因错甲施恩祝福，保守阮伫你的面前，领受你天顶来平安、快乐甲信心。主啊，愿你恩典听从施恩祝福，保守阮所做工，应好你的性命。主啊，阮为着台湾的社会，让领受到上帝你的平安，伫遮生存下去，来献上祝福。求你施恩保守，互台湾社会人行过这最挑战，会当行一个美好嘅祝福。感谢你，亲爱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通过阿雅老师分享。主你的话，你的呼召，甲阮的放下，主啊，你爱阮对着人亲像鱼，有时阮放下，并毋是损失，是颠倒对主领受较大的祝福。俾上帝信仰的追求，也常常是安尼。主啊，帮助阮脱离家己迄个恶势迄款的眼界，会当看见上帝的恩典、疼痛甲应允伫头前迄个美好。俾上帝，我也求你保守阮通过人物药山西人院，互阮搁较人物台湾遐尼丰富的族群，无共款的民族，无共款的语言，无共款的文化，无共款的美好。互阮台湾社会是真做一个大家相听和諧、彼此共生这款的美好的国家。主啊，阮就求你怜悯保守台湾，伫面临着国际的最的挑战。阮伫经济贸易甲美国的关系，甲中国的关系，拢需要阮的领导者，阮的国家的领导者带阮有智慧行过这最征战。互阮因为有一款的挑战甲压力，阮就搁较谦卑仰望主，带阮行过这最坎坷的道路，享受到上帝天顶来恩典祝福，和这个美丽的岛屿充满了上帝你的疼。平安、公义、甲和谐，我来将阮教会兄弟姊妹交托你的圣手，求你施恩怜悯、保守甲看顾。有病痛的兄弟，求你亲自施到你的医治。阮有侪少年人到伫外地拍拼的工作，求你也引带因，互因有美好的上帝你的祝福有好的成长。特别阮也为着这2天有阮的青少年咧参加升高中的考试。求你也亲自甲伊同在，互因有主你享受的智慧、气力、信心甲平静。上帝互因来将家己美好的学习来呈现伫因的考试的中间。愿你施恩赐福，阮也有教会小组兄弟因礼拜煞也要出外到伫外地来做灵修旅游，求你也带领因一路拢平安。经历了上帝你的疼，也更较互相彼此有更较好的交陪甲了解。感谢你甲阮同在，阮伫你面前感恩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奉献。
会众请起立。甘心的奉献，主啊，愿意；所以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大无比，我愿一生为你奉献你所想事。何大我主，阿门。会众遮济，咱做伙来读本月经句，做伙来读2解，记载伫以弗所书6章20节，请。着孝敬父母，这是头一届附带应允的诫命。安尼做就会逐项好势，伫即个地久长徛起。着孝敬，这是着孝敬父母，这是头一条附带应允的诫命。安尼做，恁就会逐项好势，伫即个地久长徛起。以弗所书6章20节。报告，请翻开招报第2页。主日敬拜服侍当天，主礼下牧师、司礼杨宗和执事交代第一堂的当天是松年团契，第2堂是提摩太牧区，其他服侍当天，请咱家己来看。上帝的厝无欠工，毋过教会欠搁较侪彼此相听的人。教会有敬拜娱乐、圣歌队、影音、新朋友关怀、交通管理、爱心午餐、心灵转角等等。若信心感动你，想要参与伫服侍内面，请甲各团队的首长联络，愿上帝引带恁。请看第4页集体交通。咱感谢洪仲志老师代表玉山神学院来敬德感请安报告。第2点小会报告。第1小点，请小会员准备心参加下晡1点定期的开会。第2点，小会决定成立418果子学园，伫社区推行放学了后陪伴写功课的福音事工，要伫5月25委任张子然执事来负责。嘛求主带领。第4点，后礼拜暗时7点要举行拜六的礼拜，邀请兄姐做伙来参加。第5点，后礼拜嘛要举行小组事工研讨会加排球比赛。详细的时间报名方式，请咱家己来看。请翻开周报第5页。第9点，本会喜事。恭喜李胜文弟兄和高思婷姐妹伫5月14得主赏树成金，贺名李恩宇，嘛恭喜龙天长老做阿公。门徒培育事工和研讨会第2点，冠冕真道理财课程要伫5月24开课，照上帝的原则来教导使用金钱，邀请大家报名来参加。牧区团契消息第2点，主日学夏令营要开始报名，请厝内有细汉囡仔，小学3年级甲小学6年级，请鼓励因来参加。关怀台岛中会消息，请咱家己来看，请牧师补充。各位兄弟哈，咱做一个补充甲提醒啦吼。第一，咱真感谢阿雅老师今仔日来到中间，甲咱分享主的话来为着玉山新人院来做报告。咱如果用普话声解释多谢好无？好，阿雅老师谢谢，谢谢哈。阿雅老师伊讲伊第2场礼拜煞伊在赶车，坐台湾坐一坐吼，对台南坐去北部，那个坐咧花莲安尼吼。因为伊个后礼拜讲需要个赶去加拿大吼。就是伊读册的所在，伫蒙特楼遐啦吼。我知影咱迄个今日即个信箱顶都无来吼，
迄个伊的查某囝就住伫遐吼，住伫遐。啊，所以昨暗住伫信昌顶路因即间白屋啦吼，啊，真多谢伊提供即个舒适的所在吼。啊，即个周报内底有几项我搁做提醒，第一就是讲，咱礼拜煞，若你的家庭吼，有个人也无翕到迄个母亲节纪念相，啊，顶礼拜无翕，即礼拜欢迎你吼。咱如果有团队要甲你翕哦，翕相吼。所以呢，无论是伫3楼，啊是伫1楼吼，啊咱若翕了后，可能咱慢慢要收起来啊。啊，所以请大家把握即个时间啦吼，把握即个时间安尼。啊，小等下咱礼拜煞吼，咱若在场的同工中集吼，会当来甲阿雅老师翕张相吼，留做咱的历史的资料纪念哦吼。咱请长老啊服侍同工，若有拢会使啦，拢做伙来翕安尼吼。过来是咱即个消息内底有报告着讲吼，咱伫即个6月20有要邀请咱前任的蔡正道牧师吼来做培灵造就会，啊，请咱大家把迄个时间排出来，因为咱普通时间主1礼拜尔嘛吼，啊，所以伊即个培灵会是有拜5暗，搁拜6暗，2暗的培灵会。啊，所以你甲即个时间爱甲留落来，毋通讲啊，我要去倒安尼，甲留落来。按人得到蔡牧师啊，伊离开咱教会吼，去台北吼，已经8档外吼，啊，咱来通过伊甲咱造就，爱咱得到好的栽培。另外，咱也要邀请咱遮个教会核心的同工，伫拜6、6月2拜6早起10点，有一个特别的造就会啊，请咱大家时间预留啦吼。另外，咱下晡伫即个东门教会有要邀请一个出名的教授，叫做明居正教授吼。咱定伫电视内底看到伊咧讲，伊真够分析中国，特别共产党遐个做因的即个模式，啊，咱会当了解讲因安怎甲迫害教会啦。啊，所以咱若有21名、23个报名，假使你若讲，我今仔得到消息，下晡欢迎你搁去甲听，有300几个报名，全咱台南的教会吼，啊，你若要听吼，啊，欢迎你做伙去吼，也是讲甲咱的干事搁报告讲，我也要参加，互咱统计人数安尼吼。再搁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讲，咱下礼拜咱有1个月一届，咱举行的异地祈祷的时间，啊，咱请兄弟别万心，因为上帝应允遐信心祈祷的人，所以咱同心的祈祷是要表达出大家同心一意，要对主的恳求啊，求主赐落医治吼。所以若假使啊，你后礼拜有用时间，大家做伙来吼。好，过来就是讲，咱有几项的补充啦。第一就是咱的主日咯，吼，咱来看那个回到我们原来的投影片，好，加掉。咱的主日咯夏令营吼，要伫7月来举行，哦，7月来举行。啊，下晡即个时间5月18，即个时间下晡吼，啊，咱有要举行教材训练会。啊，是安那要报告即个消息讲，啊，若老师去训练的话，那甲我有啥物关系？就是因为咱暑假吼，伊是拜3、拜4、拜5、拜6，吼，啊，搁参礼拜日。啊，迄个时间有的老师因是咧上班的，吼，啊，所以若假使你欢喜要参与伫主日的时间，你会当下晡来参加，咱差不多1:30就要开始食饱了，1:30就开始，啊来参加伫3楼迄个所在的一个训练会，啊，迄个教材的编辑者，迄周义顺老师要亲自来讲解，好，啊，即届吼真好的主题就是讲要训练咱的囡仔会晓管理钱财就对啦。虽然身躯无几箍银，但是你有好的观念，后摆大汉吼，你就免惊互钱约咧走安尼吼，啊，所以请。若有同工会要参与伫暑期吼，咱即个暑期的即个夏令营是伫几号呢？后期也毋知有无？后来即个是5月18，今仔日要训练啦吼。啊，咱即个天才好管家是7月16到19，吼，拢总4天，啊，搁有礼拜日早起。啊，咱遮个需要足侪同工甲老师啦。去年吼，咱的即个题目台同工青年拢参与。啊，咱有大人搁来帮忙搁较好吼，因为有诶是头前咧教册哦，有咧分班哦，有诶人爱即个杂务啦，款食诶啦，款足侪物件，所以需要足侪义工。啊，你若有兴趣，啊，你感觉即个时间会当甲即个
古水活泼的囡仔做伙吼，嘛是足好吼。啊，欢迎来下晡点半来参加即个报名吼。啊，咱即个校园者的这个节目，咱会伫图卡会当佫寄互咱大家吼。好，啊，最后牧师佫做一个报告，就是讲咱暑假到吼。哇！突然间炎热到我记顶个月还佫寒啊，大家穿长的，啊上个变热来，啊热来吼，咱上烦恼就是第迄个登革热，啊所以请咱大家会注意家庭内底有遐水的所在，爱注意毋通互伊生蚊虫吼。第二就是讲咱爱注意登革热的流传啦，啊所以大家爱细致吼。第二最近这2礼拜有听到即个消息，疾管局讲，咱的即个新冠肺炎吼，因佫咧小可咧感染，有人感染着啊吼。啊，虽然即个有重有轻啊，症头有重有轻，政府是讲鼓励咱佫去注预防针啦。有的人是讲哇，无啥意愿，但是你要注意讲，若有症状吼，有迄个症状啊，赶紧快筛。啊，也是讲去找医生，毋通讲都普通感冒若定拖毋好吼。啊，这是咱特别伫暑假到咱爱注意的所在安尼吼。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咱请今仔日吼要翕相的兄弟把握时间，因为咱有团队要甲你翕相。你要签名哦，登记，因为即马你会甲你洗一张实体的相片，互你做纪念，讲2025年的母亲节的合照安尼吼。用安尼甲你做报告，多谢。上英，请起立，咱做伙来迎恳求主引带阮脚步。因时线，请牧师接导。恳求主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个保护。若是我坚定欠你事情，赞我当日遵守你改变，予我伫黑暗中做光点，对切引带是白人，这是我人生变迁望。三个人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帮助引带，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也甲玉山新学院全体师生以及所有的造就三甲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咱来默祷闭会。第一顿礼拜到这煞，大家互相问安请好，谢谢。咱迄个长老也是这同工来头前甲咱的讲员翕张相好无？咱同工哈，长老同工准备来翕相。